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。耶稣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规大阵的人缀伊。拄迄时，有一个麻风病人行活来，跪落去伊的面前讲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”耶稣伸手甲伊摸讲：“我肯，互你清气。”伊的麻风病随时清气。耶稣甲伊讲：“着注意，拢毋通甲人讲，不过着去互祭司验，搁照摩西的规定献礼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”耶稣入去迦百农的时，有一个罗马军官行活来，甲伊恳求，讲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半身不遂，倒伫厝内非常艰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来去甲伊医治。”军官应讲：“主啊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坎得。你干那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仆人讲，你做即个，伊就去做。”耶稣听了，感觉真意外，就对遐个缀伊的人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的中间，我倒也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会对东对西来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伫天国坐倒。不过，遐个本来是天国的囝儿个，反倒会受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啼哭、家家切齿。”然后耶稣对迄个军官讲：“你去，互你所信的实现。”拄迄时，仆人的病就好去。耶稣入去彼得因兜，看到伊的丈母发热倒伫眠床。耶稣摸伊的手，热就退，伊就起来侍候伊。黄昏的时，有一寡人带真侪互邪神附身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用一句话就甲邪神拢赶出去，搁医好所有的病人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：“伊承担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”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围伫伊周围，就吩咐门徒过去学的迄边看。有一个经学教师行活来，甲伊讲：“老师，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缀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狐狸有空，空中的鸟有收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”另外一个门徒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听候阮是大人，100岁年老，我就来缀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来缀我，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。”耶稣上船，伊的门徒缀伊去。忽然乌起大风涌，船煞互涌砍甲要沉落去。毋过耶稣得困，门徒去甲伊叫醒，讲：“主啊，求你咯，咱得要无命咯。”耶稣对因讲：“小信的人，你哪会遮无胆？”伊就起来，即边风甲涌，乌就静静静。遐个人就惊讲：“即个是甚物款人？连风甲涌都顺服。”耶稣过去湖的迄边看，到加大猎人的地区，有2个互鬼附身的人对蒙仔埔出来，拄着伊，因凶戒戒，所以无人敢对迄条路经过。
因忽然大声喊：上帝囝，你莫插阮，时还未到，你就来要甲阮苦楚是无？迄时，离因有遐远仔的所在，有一大阵猪在讨食。鬼求耶稣讲：你若要甲阮赶出去，就带阮进入迄阵猪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去。鬼就出去进入猪阵，忽然规阵猪拢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拄死伫水内。饲猪的人就逃走入去城内，将一切所发生，以及互鬼附身的人所拄着的代志，拢报人知。全城的人拢出来要看耶稣，因一个看到伊，就恳求伊离开因的地区。